HSimonson 修護直髮夾用法同清潔。開關同鎖定。修護直髮夾下面有個開關，可以鎖好隻直髮夾。記得另一隻手都要撳實個直髮夾，裝角蛋白營養液。直髮夾有個孔仔，專門裝 HSimonson 角蛋白營養液。將聽掣向下推，拎出盒仔，反轉盒仔，打開膠蓋。倒入原廠角蛋白營養液之後，冚實膠蓋。盒仔上面有個三角形，對準箭嘴，先裝三角形嗰邊，再壓另一邊，聽到啪一聲就裝好啦。記得一定要用原廠營養液，直髮夾先會正常運作。調營養液分量，直髮夾一邊有個扭動掣，可以調營養液出幾多，有唔出、出少少、出多啲3個選擇。原理係中間有個組件會突出嚟控制泵掣夾得有幾深。開機前，即係冇着燈嗰陣，不停撳泵掣，直到見到液體喺發熱板嘅窿流出，確保系統入面有液體，先開機使用。調溫同用夾，直髮夾中間有個開關，隔籬係調溫掣。等指示燈唔斬嗰陣，代表到咗你設定嘅溫度，可以開始使用。發熱板嘅窿會噴出霧化角蛋白營養液，幫你一邊造型一邊修護頭髮。角蛋白營養液係從動物毛髮提煉，冇加水，沸點係180度，所以低於180度唔會出煙，液體會以液態流出。點樣清潔？角蛋白營養液濃度高，長時間冇用會結塊塞管道，建議每2至3次用完，或者連續5日冇用嘅時候洗一次。補充營養液前都要洗。洗機步驟：用套裝入面嘅後備盒仔裝滿清水。然後裝上直髮夾，喺直髮夾關機同冷卻嘅情況下，不停撳泵掣，令清水流過系統，沖走結塊。見到流出嚟嘅水變透明或淺啡色就洗好啦。注意，如果角蛋白結塊塞住系統，影響直髮夾表現，呢個唔包保養㗎。可以 WhatsApp 35967168揾總代理做深層清潔，但深層清潔將會收取額外費用，所以記得勤力洗機啊！